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海之戀分行嘅 Coir 張小姐，今日為大家介紹海之戀愛完美嘅兩房單位，而家即刻帶大家睇下。好啦，呢度係門口嘅位置啦，呢個玄關位，呢個小姐嘅走廊位啦，開放式嘅廚房啦，相當之實用，提升咗整體客飯廳嘅空間感。呢度咧係浴室咧係非常之闊落，感覺時尚實用，同埋配置浴缸。客飯廳係非常之闊落，咁呢度係露台啦，望翻正南嘅環境。而客飯廳咧係望翻外面，可以望到會所嘅泳池。呢度係睡房啦，預留咗衣櫃位置。呢度望翻內園景觀啦。嚟到主人房啦，呢度後面咧就係衣櫃嘅位置啦。咁呢邊咧就係擺床位嘅。呢度係望翻西南嘅海景。如果對單位有興趣嘅，歡迎同我Coir預約及查詢㗎。